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了。今天徐薇老师要来教大家讲客家话的数字跟日期的说法。我们先来学1到12客家话怎么说，跟着我来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记得那个10念10，最后嘴巴闭起来10。然后11呢，那就从10再从加1嘛。12呢，那就是10再加2嘛。所以11跟徐老师念哦，11。12呢，12。13呢，13。对了，好棒哦。那20呢，20。所以21呢，21。OK。那22呢，22。哎呀，好棒哦。那30呢，30。这是30的意思。那31呢？来哟，31。对了，好玩吧？好，然后我们再来学100叫做100。1000是1000，10000是10000。再来100、1000、10000，安慰，好棒哦，都跟得上哈。好，那我们来说今天是几月几号？比方说今天是3月9号，怎么说呢？首先提醒大家哦，在客家话里面啊，我们在10号以前呢，都说初什么，比方说初1到初10都是这么讲。所以3月9号这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今本日係3月初9。今本日係就是今天是，今本日今天，係就是是，3月初9，会了吗？所以初1、初2、初3、初4、初5、初6、初7、初8、初9、初10。再来1月怎么说呢？1月怎么说呢？长月。那么明天是1月15，怎么说呢？明天是天公日。係正月15號，天公日係正月15號。OK， 应可喜相逢。我们说一个人哦，他很没有修养，很容易发脾气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客家话有个非常可爱的形容词哦，他说这个人根本就是一只青面鸟。青面鸟呢，就是那个脸发青了。好，所以叫做抢面条。英文就是 He has a quick temper。OK， 我们今天学到这里喽。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数字跟日期，来跟着徐薇老师念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21、22、31。哎呦，好棒哦！100、1000、10000。3月9号怎么说？今本日係3月初9，会了吗？好，还记得很容易发脾气的人怎么说？叫做抢面条。He has a quick temper。下回聊喽，拜拜。